什么意思？注意哦，好，叫大家注意听。咱这集头前爱看警语啊。好，顶解就讲啊，听众朋友，恁若是爸爸妈妈有咧送囡仔礼物咧，还是讲恁有兜有咧庆祝耶诞老阿伯，拜托这集先切掉啊。嘿，对，囡仔先莫听，对，先莫互因听，咱内底会讲一寡较大人的代志。小朋友，这集暂时先莫听哦，这集有真侪大人的物件。等恁大汉才个听。对，大汉了18岁以后才个听。你听起来怪怪的，到底要讲？主管确定不要紧啦吼。好，到底要讲啥？咱等下就知影吼。安尼就互咱继续听落去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代代开 Podcast 来听黑白边，黑白边。咱这部会透过对话来小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词，还佫有甲观众朋友写批用台语念出来。你咧新闻我想要拍扑啊！我看你拍，我就对咧拍。也有对白，佫一摆出现啊！嘿，无啦，嘛是爱甲咱听众朋友鼓励者。好，咱会当收批收甲录2集。这是咱一开始录节目的时阵料想袂到的，我感觉足感动的。咱这想看卖几啊当前，咱拢无批，爱跪涂骹共拜托，同事啊，你写一个批来咧，好无？有无你会记得无？亲情54过去，安尼共扬请。嘿呀，你讲拜托，即摆拜托你莫阁写批来啊，上帝啊！哇，迄种心情真正是完全无共款，无法度形容啊，表示讲咱安尼哇。做大，无做大，口啊愈来愈大，对啊，拄5个人变50个人，敢无500个？我是毋敢讲啊吼，听到没有？你有500个无？来，举手吼，走出来啊！500一个，你莫偷偷自肥哦！咱听众内底若是有迄叫啥物鹅啊、啥物准啊、啥物零啊，外号叫500个，拜托你一定写批甲我讲。你会当讲你是冰冻的500。冰冻的500就对啊，嘿，敢有迄高雄的？麦当啊，家己的麦赛，加拿大的500。哇！咱首先来欢迎一个苗栗台湾苗栗国的代表。好，这是苗栗的哪里写来的？哪里？伊讲亲爱的黑白边，毋是白黑边。好好念好无？甲你靠伊头前个安尼。亲爱的白黑边，少年的我爱圣诞节，因为会使甲男朋友庆祝，食一顿青草，食了佫会使伫暗暝蒙的公园做原来是爱做的代志。做老母了后爱圣诞节，因为会当款礼物互囝儿逝世，放伫圣诞树下骹，等待记录因惊喜的表情。虽望老阿伯毋是真实的，不离阁徛伫边仔看因欢喜，心肝内嘛不离啊爽。工课了后，就上讨厌圣诞节。日子若活圣诞节，每一天拢会听学生囡仔练习歌曲比赛，深头听感受袂歹。同一条歌听千外遍，听个倒弹。今年上特别，圣诞节提早来报道，因为伫小编听你讲第39集5分44秒，乌天赛来报佳音。伊讲，那你的个性应该是真温顺。一句话听袂输圣诞歌，互我一直重复听，先听嘛袂野先，愈听愈落痛，会使继续听千改万改。我是哪里，祝福大家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乌天赛你好哦，你好。这句有需要甲你加出来无？你得一直放，甲你做一点钟的版本。送互伊做圣诞礼物安尼。多谢你大概拢画一张图，若真正有需要吼，你留下来讲。加1点钟有伤含哦。一条歌的时间安尼，真贵，一条歌可能3分钟尔啦，3至5分钟。我都听到伊讲迄啥物，一条歌若听真清白，听个倒弹。对啊，妈的，Kelly，足惊人的呢，足惊人的呢。之前若时间要到的时阵，过来啊。对啊，而且就美国人叫者呢，美国人嘛足讨厌，甲咱过年的时阵一直听迄条歌是共款的啊。差不多。毋是另外一条啊，多一条。噔噔噔噔，拢共款啊，拢做烦的。你少年的时阵，拢伫咧暗暝蒙的公园创啥物咧？现在这大做古锥的呢，甲你青春时迄种感觉拢写出来。哎呀，我嘛做工课时阵上讨厌圣诞节。有你顶回有讲，对啊，强迫参加呢，真的呢，有够烦的呢。嗯。
好，过来第二个是死朋友。死朋友啊，死朋友讲，黑白边听众朋友大家好，12月是我生日的月份，我要来分享圣诞节。其实我无介意圣诞节，细汉的时，爸爸妈妈会放礼物伫我的圣诞杯仔当中，有册本、有电动、嘛有衫。大汉了后，甲朋友送交换礼物，我拢互朋友骂，因为我准备的礼物拢足实用的，但是无古锥，因为我对古锥的物件无兴趣。我是一个物件爱用才会买，若是乱开销，拢是为着家己啦。吼吼吼吼！为伫吼，因为一直互朋友笑，我着对圣诞节无啥兴趣。若是有台语人的交换礼物，我就一定会参加。多谢大家，我是死朋友。死朋友，你古锥哈？来甲我交换啦！我会甲你讲换啥？我会甲你讲我主要啥？因为拢送的用会到的物件呢。我嘛感觉应该送即种的啊。你看我送你的物件拢是你用会到的。嘿，对。除了迄水鸡排蒜头，你嘛是用会到的啊！你嘛是用会到的物件，只是你用会到，但是我会逼你用一个我介意的水鸡排蒜头。你先讲迄个物件，你有用到无？有啊，当咧使用，对，是毋是真好用对无？伊个会晓徛咧，伊个会使坐咧，外古水咧，真赞真赞。条明，你若想要知影我送伊啥物礼物？你佫要私信啊？免私信我，你才伫甲老话甲恁讲，阮一对的，阮一对的，我你啊古水咧，不你啊古水啊古水假啊！但是伊讲会伫圣诞杯仔内底放册本、电动佫有衫，你迄个杯仔足大，对嘛？咧想呢？可能迄杯仔有拎起来会使经开啊呢，还是讲细汉细迄所以迄种圣诞杯仔就是穿过。应该毋是，应该是直接买的。我之前看过有迄卖迄圣诞杯仔，伊内底就是落啊。嘿，内底有一个空间，你会使直接甲物件放落。哦，我无摕过，我毋知影。我也无摕过，我拢看外口咧卖。我看电视漫画拢是安尼呢。我无迄个是。到底咧扫还是咧我是咧哭。你爱问迄个，你是咧哭？丢哭。好啦，莫哭莫哭。好，再来是好讲的阿元。阿元讲：亲爱的宝贝贝，您好，我是好讲的阿元，这是我头摆写配互恁，想要甲恁讲，恁的节目实在有够好听的啦。我是最近才发现恁的节目的，无听阁无要紧，一下听落去就挡袂牢，完全袂收煞咯。就介意恁两人搭嘴角，互相吐槽，笑开满满，若像咧听双人漫才，就趣味嘛，就新鲜的。我即马有闲工的时，就会去找恁较早的 podcast 来听，哪听就哪笑，阁会使对恁学台语，实在是一减二5，蒙拉减4块啦。即礼拜的主题是圣诞节的交换礼物，其实我是无算过交换礼物的主题，也毋过我有算过买碰色衫圣诞 party， 毋知恁敢有算过？有一届圣诞节的时，阮一群朋友小招开圣诞 party。主题是大家拢爱穿圣诞主题的买碰色衫，就亲像外国剧内底会看到因伫圣诞节会穿的迄款有红仔图的碰色衫。迄天有人穿的是圣诞树仔的碰色衫，有人穿的是大大蕊凉仔的碰色衫，阁有人穿的是树仔、雪花、圣诞老人甲鹿仔，逐项拢交全的碰色衫。大家穿甲红叽叽个青扁扁。看谁穿的碰色衫上解歹，谁就赢，足趣味的。是讲我写配的时已经是12月29啊，日本已经开始放年假咯。祝福恁新年快乐，新的一年有新希望，爱恁哦！我是好讲的阿元，多谢。哎呦，阿元，love you，新朋友了啊！买碰色衫。对啊，我感觉摆看起来足古锥的呢。我嘛感觉，迄足大项足古锥。而且即嘛毋是阁有电火伫顶过。我有看过老的一个铃啊，就有气氛呢。哦，我嘛最想要穿这个呢。啊无，明年吼啦，歹势我无这。你先甲你要欠我迄什物粽啊，什物物件先补补的。什物粽来甲阮阿母讨啊？对，你先甲你今年补补的物件，才甲我讲年底的代志吼。你欠偌久啊？几冬啊？阿母啊，你看我迄手套嘛布哩啊，迄什物嘛拢布哩啊，对无？我有讲过的物件拢摕出来，除了迄碗粿，我爸妈妈你有听到无？碗粿吼，你做的碗粿，伊还未食过以外，其他爱补的我拢布哩啊。但是我袂记你哈，我无印象，我有讲要摕粽互你食。有好无？你去听。第二季啊，第一季的时阵讲过。啊，毋过迄毋是正经你著食过啊？我有送你啊。真假？有啊。无，我无印象，迄就是无。你看你食掉都袂记你啊。
咱继续来讲这个阿元。伊讲伊是后宫的阿元，但是伊讲伊穿即个衫，我原本是拢叫是讲是国外才会穿即个衫。我毋知影连日本拢会使安尼呢。日本可能嘛是庆祝的气氛真热烈啦。一个吼，迄个后宫的阿元，我想要收到迄后宫内的鸭蛋卡片。我就是你要讲光批，我拄仔讲一个想大声，其实我无想要收到啥物后宫内的卡片啦。哎呀，无啦，无做想的啦，淡薄啦，淡薄啦。我讲了，应该想大声，安尼有较细声啦吼。有较细声，较细声。爱较定了吼，咱咧心内啦，你又拢放一大声，应该袂使。但是伊拄则伊会配有一个重点，伊听咱以前的节目。我即满都毋敢转去听呢。阿乖，你去听第一季、第二季啊！你去当阵的咱的白白有做大做大荷包。我哪有啥物荷包？伊有荷包，无啦。蚵仔包、番薯包，有好无？我是毋知影要讲啥啦。毋是伊毋敢笑，伊当阵是一个俗女。伊甲我迄当阵的爱也无遐深的时阵，你咧黑白伊毋敢伫我面头前，对无？无可能，无即个代志。你拄仔讲你要讲啥？我要讲阿元伊写即个买碰生衫，对。我去查有即个买碰生衫日，哈，圣诞节啊，搁要买碰生衫日，对啊。一个圣诞节是要骗几家钱？伊伫咧12月第3个礼拜5，啊，毋着25，迄附近差不多是咧骗哦。提早庆祝。你规礼拜拢爱庆祝，一时爱庆祝这买碰生衫，一时爱圣诞节，一时搁爱平安暝，到底是要过几工啦？对啊，但是听讲外国就是12月开始就开始咧规庆祝礼拜啊呢，准备要过年啊。哦，我无啊，阮是咧过迄旧历的。对对，过一个月。好，刷来是台南的黑伯伯。黑伯伯，黑伯伯讲：黑伯伯你好，今年阮办公室有送注音符号交换礼物，规则是安尼：阮先甲家己想要爱的物件的第一个音写落来，互人抽。抽到的人家己爱去要讲对方想要爱啥。阮有一个同事，伊想要爱电音蝌蚪，所以伊就写德伊蝌蚪。结果抽到的人，伊就安怎想都想拢无，就和因兜规家伙仔讨论。落尾恁敢知影伊买啥？伊买电腰靠垫。来到交换礼物的迄天，抽到的人欢头喜面，规个人有够期待，真有自信的讲：“你是毋是想要爱电腰靠垫？”迄个人就讲：“无呢，我想要爱电音蝌蚪。”这个故事吼，互我一个感想：千万毋通写这个收过无人知的物件。若无，你可能会得到一个无啥路用，佮用袂到的物件。我是黑伯伯，多谢。真趣味。所以讲，这个注音符号啊，那会当办一个台文拼音的，要求这愈困难。对啊。来，我看一下吼，这个电音蝌蚪的时阵，若是要用台文的拼音，要安怎写？的伊，你爱讲电音大乖啊，的伊的拼音，你爱讲 T 啊？哦 ，T I T I。多乖呀！那个 T A 哦 ，T I T K A T I T K A， 我就是讲哦 ，tickets， 这想是用会着，这来改做拼音真的会起笑呢。我伯伯，你明年用拼音来算好啊？拼音听起来真趣味呢。那就是台语人的交换礼物啦。哎呦，你会使招死朋友参加，你会当抽迄实用的。譬如讲，咱来啊，我知，我想到啊，我甲你讲是一个放活动的人啦。我跟你讲，咱就是用，咱就是用9行找9个人。啊，咱就是用迄文具，咱就是文具是啥物？文具啊，文具。哦。好啊，无爱啊，我可是一句的单吗？文具是啥物？咱即摆连一个文具嘛，无法度沟通啊。好啊，无要紧啊。咱讲办公室会当用到的物件。好，咱就是学生啊，还是讲办公室会当用到的物件，咱就交价。啊，你就是其中写一个拼音，写讲你想要爱啥，啊，家己去要讲迄个拼音是毋是要爱？哦，袂歹哦，袂歹，袂歹哦。第一个甲第9个人啊，家己爱准备啥，咱抽会寄出去，哇！安尼敢会有人写共款的？你写共款无要紧啊，回伫也抽无啊。安尼有你、我、死朋友甲黑伯伯，还有啥？那个差5个，赶紧点名。毋是因等下随一个人来报名，咱等下500个来哦。500过来。我无法度办这个500来活动。我跟你讲，我自细有一个毛病，比如讲伊唱歌若超过5个人，我就袂甘志。
什么意思？超过5个人？我无都去迄种人足济的所在，哦就是我会使，但是我去了，迄工转来，我差不多1礼拜，我也无法度，无就讲话，嘛无手甲烧声，无甲含，就是因为我是一个爱人，嘿我无法度甲别人斗阵当中得到活力，嘿，我会感觉伫消磨我的 HP，哦，我会死去，所以我就爱。所以转来休困，对，我爱用1礼拜时间倒伫遐，差不多几啊10点钟，啊，甲我破碎灵魂款款的。就像讲我拄则要来进前，爱先拄8点倒到9点，先甲我破碎灵魂款就好，我才都拄眠床顶起来。我看你逐工拢爱款灵魂哦，目睭擘开了呢，对对对，我伫咧梦内底就开始咧款，还是要款偌久啦？8款点足久的款到10点了呢，无我拄昨暗12点就开始款。安尼你有满意无？我毋知还要讲啥。好，你会当讲后一个人是啥？后一个是警卫室，警卫室，嘿，伊讲我拄好想要知影台语安怎念啦，啊，敢有需要讲华语？警卫室，警卫室。嘿，你即满是要安尼就对啊。哦好，啊，我嘛有的人会加一个啊，警卫啊室。哦，对对对，看恁改倒一种念法。好，好来请。黑白边您好，我是一个足爱食物件的人啦。小学的时阵，阮班伫圣诞节算1礼拜的小天使甲小主人的活动。头一天，我就准备一大堆我宝贵的石头、巧克力豆，偷偷啊放伫我的小主人伊的桌仔顶。我的小主人毋知影伊的小天使是啥，但是伊看到我对伊的礼物流喙烂的模样，就分互我食。一开始，伊阁烦恼伊的礼物互我食起来，伊的小天使看到会生气。但是逐工拢安尼，伊嘛惯死惯死。同学嘛感觉欢喜就好啦。一直到1礼拜后活动结束，所有的小天使甲小主人拢公开啊。我的小主人毋敢相信，甲全班讲，我有咧怀疑我的小天使是即个警卫室，但是佫感觉哪有可能呢？因为啥会甲家己送人的礼物食起啦？大家拢笑甲足欢喜的。自迄个了后，大家送我的礼物都拢送食的。后来我详细甲想，我完全袂记得我的小天使替我做啥，敢若记得我的小主人投予我满满的爱心，迄真正是上赞的圣诞节啦！我是警卫室，多谢。多谢。哇，真趣味呢吼！小天使甲小主人的活动，你有参加过即个活动无？我无，但是有听人算过。听你阿嬷算过。我无呢，我无听过呢，这是倒位伫流行的。阮彰化是无即种物件，啊是其实阮彰化有，但是我毋知啊。你无甲人算，你歹势我无朋友。我细汉拢是田里，你会记了，大家你会记了。我细汉伫咧田里啊，是讲伫咧树哪，还是讲伫咧溪边拍篮球，甲龟伫算。安尼毋知要讲啥。好，你讲一下，你讲一下，你听到什么啊？我听到就是小天使甲小主人，啊，即个小天使都爱甲小主人斗相共。哦，譬如讲咧上课的时阵，老师问问题啊，啊袂晓回答，啊伊就当替伊回答。啊，哎，老师嘛做烦恼的呢。为虾米？因为一个叫就减2个啊。迄有啥物好烦恼？因为即个若像迄以早的电视，毋迄啥物call in call out 排掉哦，伊就是 call out 啊就好啊。哦，啊，佮有无？除了做代志以外，佮爱创啥？甲伊讲便当、硬菜，敢有做甲遮济？即个小天使，敢有说做遮济代志？你听出来？我真正毋捌听过啊。对啊，啊，就小学生会当做的代志嘛，就遐个啊。就是讲便当啊。我就是想讲，即摆小学生感觉有咧讲便当。有啊，但是即嘛是塞车啊。哦，营养午餐是塞车的吼。我敢知影讲，即摆小学生营养午餐0.5免钱。啊，对啊。台北市有补助，其他县市恁敢有补助？因为我伫住台北市，所以我台北市有看到迄广告。啊，其他县市恁敢有补助？你甲我讲者。新北应该嘛有。我想要知影其他县市。迄彰化的听友，恁遐敢有补助？甲我讲者。桃园人敢有逐工啉着牛奶？阮无啥物其他啥物意思哦，阮只是想要知影讲各县市会无啥物共款。嘿啊。啊，好讲的阿元，恁迄日本敢有逐工啉牛奶？感觉有呢，看迄网咖。对啊，网咖拢有呢。对啊。因拢有一个安尼的牛奶，安尼的意思。巧克力豆、咖啡牛奶。迄敢毋是去浸温泉？对，浸温泉。你知我想要讲啥？哎呀，你拄则叫无爱我，即摆佫安尼啊？拄则无爱我，即摆佫安尼哦。恐怖呢！误会，袂啦，但是伊这真趣味呢，伊甲你送出去礼物食掉嘛是袂歹呢。但是我来讲，警卫室，我感觉你是一个做大方的人。大方对，因为你甲你宝贵的
巧克力豆送出来，所以讲你一直对伊流喙烂。虽然讲你家己嘛是家食掉，但是我你讲一个枵塞的人是绝对无可能家己食的物件送出去的啦。但是家己食掉啊，伊本地无按算讲迄个人会互伊啊，嘛是啦。你看有诶囡仔无爱甲人分享，你知无？啊，对，食的物件压条条，嘿，哪够哩？毋是，我是讲，我无咩人意思，我是讲狗仔会保护家己食的物件。对啦。阮大囝以早嘛会，嘿，我安怎甲伊教？你知影？我一粒一粒饲料订咧互伊食，订咧互伊食，对，一粒一粒甲饲。甲伊讲，我讲无人甲你抢，你免保护你食的物件。咱这是食桶海食到饱，迄规桶放伫遐，想要食你就食。哦，所以阮大囝仔食甲变一只猪。无好无，听众朋友够想要知影这，听众朋友做介阮大囝仔哦，咱囝足够对的哦。好啦，但是伊小主人嘛是真大方呢，对呢，伊收到的礼物送互人，对啊，迄若是我会想讲啊，可能我的小天才有咧看，我还歹势，可能分一半，结果伊竟然全部拢互迄个人食掉呢。嘿啊，迄嘛是不哩啊厉害啦。应该是囡仔拢是安尼介意分享啊。对啊，嘛是为囡仔就是压条条的啊。拄则这讲了呢，你即摆去讲囡仔介意分享，就是搞吐槽有啦。无共个性。头前你讲万载，我无甲你咧万载呢，啥物吐槽？听种名伊是真正咧搞吐槽，伊毋是咧甲我搭喙鼓哈，伊是真心的，恁知无？冤家啦，冤家你就这啦哈。好，再来是红琴，美国的红琴讲伊想要反悔卖念，歹势吼，阮就是要甲念出来吼。阮头前已经用经济啊，你免烦恼啦。我爸爸听众朋友大家好，讲到圣诞节，我就想到细汉的时阵，阮爸妈会伫咧圣诞节即天，伫阮的眠床边偷偷藏礼物，假妄讲是圣诞老阿公送的。我早就袂记哩收到啥物礼物啦，但是我绝对一世人拢袂放袂记哩，阮爸母为阮做过即件代志。其实无几届就去互阮看破骹手啊！印象当中是我伫咧半梦半清醒之间，看到阮爸捏骹捏手，偷偷走过来藏礼物。这出搬到遮就安尼煞去啊！所以有囡仔了后，我当然嘛是一个轻松的心情，想讲哇，伫阮囝发现真相进前，要准备圣诞老阿公送的迄份礼物就好啊！料想袂到的是，圣诞老阿公这件代志，伫咧美国是一场真大规模的骗局。啊，毋是啦，是一场国家规模的全民守护的囡仔的梦想，大家拢咧骗，大家拢咧演啦吼。若是有人甲我讲，阮兜大汉的会到10外岁啊，搁咧相信有耶诞老阿公，哦，我你讲，我一开始就袂安尼算啊。好啊，我来讲啊，我要去代替圣诞老阿公准备礼物啦，祝福大家圣诞快乐，爱恁哦，我是红琴，多谢。哇！伫咧美国的圣诞节听起来足厉害的哦。对啊，而且喺美国行伫路顶拢有迄做成圣诞老阿公的人，有无？对，喙有够长的迄，啊巴肚大大坑的，我最想要甲摸的。摸伊巴肚啊，摸伊喙齿啊。哪里也不动作变，我会去用过吼，是咧，歹势，我无想这，我即摆是以我是囡仔的身份。但是因的体型真正是足侪圣诞老对啊，公的，而且因个迄骑迄落个马车，你知影？诶，啥落个马车，落个车。因骑迄个载会赢，你知影？我感觉迄落个有淡薄仔辛苦，还是讲其实迄下骹有迄机器有食电，会哪会哪走着了。哦，安尼 OK 啦 ，OK， 无迄苦毒毒无就会使，啊，对，安尼就会使。哇，红姐你这无简单哦，希望恁兜大汉的、甲细节啊、甲中的，因为有3个嘛吼，希望因会当一直到18岁进前，拢认为讲圣诞老阿公，你啊一直替伊就是编辑即个梦想。对啊，即集片千万毋通互因听吼。嘿，啊，若迄切掉，其他无细字的小朋友，恁若是听到，我你讲，后边这要伫遮，后边这要伫遮，甲你恭喜你即摆变大人啊！你做伙听到阮这18岁以后才会使听的话这题，是当大人的一集。是啊，说按照听，我感觉怪，我流汗，这个话题讲到我流汗。但是我感觉红姐嘛最幸福的呢，伊讲伊细汉时阵，因爸母拢做即件代志呢。嘿啊，哇，是啊，别人的爸爸妈妈拢做即种代志，恁桃园的甲阮这中华的拢无，还是有其他中华的爸爸妈妈恁有做即件代志的。中华的小朋友，恁会当下尾来甲我讲，你住伫中华的倒位，恁遐有做即件代志，还是当人有收过即个圣诞梅啊，圣诞梅在跟礼物。我有听过迄，小心因爸用迄做草的梅啊，互伊。这是礼物啦，我敢若听过即种的，我毋捌听过其他的。奇怪呢，可能阮遮较传统啦。嘿啦，就是迄朴实，就是一个朴实的都市。我就怎样，阮就住伫庄骹安怎？
阮遐有迄啦，就是迄有啥念经念的夜糖啊，迄种诶。阮兜嘛有。对对对，阮拢去捡即种糖啊，阮会用迄台啊去捡迄糖啊，还是讲摕迄外头。摕咧头壳顶安尼洗安尼。哦，我咧讲我上期台欠10箍，但是欠着足疼诶，但是捡着10箍，你有迄扎咧啊？但是有当时啊，你想要用物件，就比如阮即摆手就无用，手就无用诶，无想要讲。好，你刚才咱这拢无录影啊，无你这黑包，你可能会起笑啊。我含一包，你黑包。但是我爱食蚵仔 ，OK。我嘛不离爱食蚵仔。听众朋友讲有想要听这济啊？因讲有聊兄弟有讲，因这部拍开听有这物件，但是听众朋友其实你已经做习惯，阮就是爱安尼。我感觉伊应该是每一集拢咧机台咧讲啥，两个笑。但是进前我会记得有一个听友，因公司想要找咱去访问因遐个人的时阵，迄个听友会讲啊，恁敢确定要找乌白边？因两个就是足笑的呢，安尼敢有遐多宣传？听到即种代志的时阵，有当时会感觉讲哇，这真正是阮听友呢。有当时感觉讲哇，阮节目到底是啥物风格，互你会当讲出这样话？我是淡薄仔烦恼，佮淡薄仔欢喜呢。这种心情足复杂的，你敢知？半喜半忧呢。我嘛半醉半情绪。要唱一个，要唱一个，咱做个要唱歌的。来，你唱一个，你唱一个。啊，心内半醉半清醒，嘟嘟嘟嘟嘟。系啊，我够烂啦，这两个啦。但是咱两个应该是真心相爱啦，连这袂记的所在拢是共款的。有够拄好诶。刚刚有批哦，佮有上尾一个，但是伊毋是批啦，好，一个到位，倒倒诶安尼，得得啊，就是高雄诶两个囡仔诶爸爸。爸爸你好。每一年诶耶诞节，阮会伫教会度过，做伙唱诗歌，迎接庆祝耶稣诶诞生，哇，嘛是真特别呢。对，因为我感觉正人做伙唱诗歌，迄个画面哦，对，做神圣诶，心色，神圣、神圣、神圣，歹势是你耳仔问题啊！我怕音做标准诶哦，做庄严诶，好不好？做迄种，大家心拢共其实我款拄是咧呢。跳，我拄是咧唱听伊，会啦，无我无甲耶稣讲生笑。爸爸，你毋通生气哦！我是咧模拟迄个状况，但是我常常袂晓唱诗歌，我干来要唱即个兄伊吼。有啥物你想用迄个，声乐哟？对对对。哦，咱较正经咱即个，即摆阁有几分钟，咱进来就是趁时间来回一个 Q&A， 无咱 Q&A 即4条回袂了哈。好哦，好哦。好来 Q&A 问讲上介意的商店，即条甲我考倒啊！我咧讲有卖食的物件我拢介意，会使安尼有算无？会使会使。你想要讲，我嘛是讲袂出来呢。我嘛是啊，但是我足介意去踅迄，就是有卖文创商品的店。哦，文青就对啦，哇，文青啥？搞高雅的高雅。无啊，就是会当去踅啊，买一寡礼物送人啊，还是家己要用的啊。好，刷来是介意的餐厅，这嘛足困难的呢。我伫咧台北有我台北介意的餐厅，我伫咧中华我中华介意的餐厅。重点就是吼，迄若是俗的，内底有卖肉的，我来讲我基本上拢爱啦。啊，我知影你要讲啥，你讲好食，你就介意对无？还佫俗啊，哦，个是啊，别人请会使无？俗佫大碗，别人请。佫较好。好，刷来是介意的册啊，是介意的角色啊。伊讲乌边介意水鸡排蒜头，嘿，啊，你介意啥？我用伊介意想袂起来。伊介意无介意哦？婆婆，婆婆，啊，无你一感觉毋知算。迄都算呢。好，啊，佫介意啥？紧诶，时间要到啊！水鸡排蒜头做古水的，我有这介意的，我佫介意海绵宝宝啊，我无特别我佫介意米小乳啊。西拉姆，就是古水的动物拢介意啦。真诶，我其实嘛想无你介意啥物，我之前叫是你介意迄3D。嘿，对，因为你倒底用做者3D 的物件，结果我人讲，迄是别人互你的，你嘛毋是你家己介我意。感觉介意应该是一站啊一站啊。我恁讲白边就是一个笑乳，伊是介迄种粉粉啊、古水软软的迄种物件。多谢你哦，多谢你哦。听众朋友无看到你后一个哦，跳舞，多谢。后一个无啊，因为咱时间到啊，差不多。啊，无来，佫一条，后一条是后边叫我问讲，后边伫咧无录 podcast 的期间看啥物网啊？其实即个时间过伤久，我已经袂记我看啥物网啊。歹势哦，即条跳过吼，我连刚看一个新的，我再甲恁讲吼。所以你最近无看？
最近就看迄个啊，我带一只足大只的狗啊，甲迄有无？甲迄古水的水史莱姆，水，水，我巴肚子疼。好，记这条咱会使分享。后边甲白边请分享今日到大食的物件的内容。早顿点心、中昼顿，先煞分享一下暗顿想要食啥。紧，1分钟伊来解决。我先讲，我透早先啉一杯冷茶口味的2杯一的饮料，搁食一个石头贝类。超唔吗？草毋，搁食一个草毋的胖。中昼暗算要食白白的泡面，暗顿我想要去食一个有肉的物件。好，换你。我透早记得啦，食一块饼，嘿，中昼顿食一个便当有卤卵。我家己炒的菜，嘿，暗顿就是简单煮食面来食，好，阮就是遮尔无聊的2个人。阮甲恁过的日子拢是共款的，好无？拢共款啦。好啦，时间差不多啊，收尾啊啦。好，那呢，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，感谢大家收听。下礼拜请继续收听。有啥物的配信，做伙来听黑白边，多谢大家努力。迄个五爸，伊叫错什么啊？伊叫什么啊？五爸叫什么名？吴俊霖啦，吴俊错啥？我蔡俊霖是谁？咱听众内底若有迄说错，搁错。到底要错去倒位啊？双人漫才，双人漫才，那像咧听双人梦，漫才啥呐？双人心头那无你，你是要唱这个？就是有点时啊，这串不是。我要补充，我毋是串的，好，我是想无你讲啥，好无？啊，搁要补充，我拄则中昼一个泡面，伊搁加互我一个鲍鱼的罐头，内底搁有迄有食搁有掠爽，多谢白边数啊食数啊笑数啊，欠钱免扣。你收这，你刚才叫我钱，安尼我就会使完成这3个愿望。我嘛无钱，啊你我嘛无数你穿啊。你下甲我病一好，所以你搁买一只新的花钱。无钱咧，拜拜，再会。